呀啦，已经安尼有水准，有气质，有花，嘛有 melody， 这声真正要出代志啊啦！是出什么代志啊？我看吼，慧君怎真正要变成阿星的人啊啦！其实阿星的条件袂歹，伊两个人若是当做伙，无得确是一件好代志。我耳仔是毋是有问题啊？你拄讲啥哈？我讲，吴明星的条件比我较好，慧君若是会当选择阿星，无得确伊会当得到幸福。是讲什么笑话哈？你明明就爱伊，是安那要讲这款话啦？无路用！你爱伊，你家己爱去争取啊！什么两个较速配？我问你啊，若慧君嘛咧等你咧，两个人相依爱，结果无斗阵，那毋是足无彩？就算伊介意我也甲爱又甲安怎？我若是甲伊做伙，绝对会是一个悲剧。什么悲剧啦？你也无试看卖啊？你也知影是悲剧，无一定是喜剧咧。你是要气也歪啦？好啊，先莫讲这啊。拄则大有交代，讲董友经爱你去收钱，我还有代志要办，还煞讲遐记。我咧甲你讲慧君，你咧甲我回别项。好啦，大有交代，紧去啦。好啦。